大家好，我哋7號黃毓民馬宇生團隊。我想講係抗爭其實係冇專利嘅，我哋要對抗暴政，群起反抗係應有之義。毓民過去喺議會裏面發動咗咁多次嘅拉布、擒台掃場、討伐狼英，而家仲孭緊一單普通襲擊起身。新界東北發展，我哋入咗過萬條嘅修正動議。2014年嘅板橋修訂草案條例，我哋入咗903條嘅修正案。問問題，唔似得部分天真泛民咁樣講緊點人數就係拉布，只要建制派議員其實如果再有人咧喺度大家其實係大叫嘅話，我嗌佢出去㗎。嚟緊，我想請問吳文遠一個問題。唔該。阿文遠，你好。我唔會話其實我自己喺社民連嘅資歷會比你深，但係我喺你嘅政綱裏邊不時見到你話你企喺抗爭嘅最前線。我哋喺雨傘革命裏面見到抗爭者喺馬路上面抗爭，當時你俾人影到一幅相，企喺行人路上面抗爭。嗰時你俾人稱呼做行人路大將軍，仲要俾人影到你喺佔領區裏邊同便衣警員交頭接耳。仲要網上流傳緊，你懷疑你係篤灰嘅聲帶。問題喺2015年，我會問埋佢。2015年，社民連同人民力量召開記者招待會，帶頭同光復行動割席。好，麻煩你快啲問問題啦。出賣議事。2016年7月1號，有學生團體質疑你哋抗爭路線嘅時候，你哋包圍佢哋，拳打腳踢。我想問吳文遠，你哋社民連成日話企喺抗爭最前線，你哋會唔會為呢啲行為同其他抗爭者道歉？我真係對黃毓民團隊非常失望，居然會問啲咁低質素嘅問題啦，馬宇生。你啱啱講好多咧，都係毫無憑證嘅。如果你講抗爭最前線咧，有片，如果上網咯，你唔好做議員咯，喺上網睇高登就當事實。如果你話抗爭最前線，我睇好多人見到隔離呢個我嘅助選團嘅，掉曾俊華掉雞蛋坐咗3個禮拜監啊！我啊喺佔中啊，我唔知黃毓民同你去咗邊。我呢條啊左邊肋骨啊係俾警察打裂咗啊！你講呢啲唔講，你佔領區喺呢度，我哋就要抵擋黑社會啊！你睇翻明報頭版啊，上高登，抵擋黑社會啊！警察做嘢，唔好搭聲，記者一齊去捉黑社會啊！文遠，好，文遠停一停先，停一停先，而家係黃毓民名單主場。問啊，黃毓民喺邊啊？好，麻煩先一停，保持冷靜。唔該，公眾。其實大家睇清楚啦。俾黃毓民問啦。黃毓民你夠膽你問啦。佢哋成為咗一個包攬抗爭嗱，黃毓民你問啦。吳文遠，吳文遠熄咗咪㗎啦，你細聲啲。佢哋只係會拖抗爭者嘅後腿，專門出賣義士嘅無賴政權。吳文遠，你記住，冷靜啲。道歉唔緊要，你做嘅嘢，香港嘅義士係會記得你哋為香港抗爭做過嘅嘢嘅 ，OK？ 唔該你，唔該晒。好啦，好，請你繼續問問題。繼續問。好，另一條問題，我想請問阿梁美芬議員。係，你好，梁美芬議員，其實你係一個法律嘅學者，我知道。咁你成日喺議會裏邊就同我哋講話，用你法律嘅專業去幫助我哋香港。